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知影。做梦爱水的打酒泉，为你甲大声。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梦心肝，请你放心肝。为我甘袂受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规划。一个情结束也有啦，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大害啊啦！阮想问的明珠所叫连入去内底遐，但我即摆是要安怎？对，赶紧做信号。叫余素秋来。我靠了啊！你毋是讲我？你是要创啥？我师傅讲哦，你马后白来呢，伊即马讲要用一个什么，什么医院节目技术啦，伊到时阵哦，迄定明珠啦、赵大林啦，伊拢安怎来甲伊送出去听无？奇怪咧，我咧咧哭白只，安那走去食出来，讲秘书敢那小狗母咧，拄则直直背直直背，当时咧背啥我拢听无。阮想问啊啦，明珠啊啦，即摆去互因掠来伫遮，我毋知影要安怎啦。你先拍算。拍算哦，拍算敢嘛无法度啊。既然吼为着要救赵大人吼，硬冲硬拼嘛，冲入来甲救啊。老师啊，伊要死之前吼，我甲念几句啊咒语，互伊较早去上西天嘞。来，找一下工具来。啊，天灵灵啊，地灵灵，我赤骹步上第一。啊！我老虎收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竟然咱中医的计策，太叔来，你先想。真孙健，听人你讲你足地都有文武相传，今仔日你也中着老虎的计策吼。对啊，这人咧讲做荒谬啦，只去中到恁这个赤骹步的计策。竟然赵大人甲着我的小妹明珠啊，因两个会变成一个稻草人。真孙健，赶紧束手就绑，也若不，我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唔知什么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小青，你也敢反叛老虎？我不过你的性命救走真孙健，你敢唔惊恁老爸性命无牺牲？你袂答你这么有自信？应，因为你了解，你将要底下开始，我永远会甲你讲主角伫倒位。奇怪，
我所解救的明明就是赵大人甲明珠两个人，哪会变两仙稻草人？我想到啊，赤脚步有讲过，依法接木。兵勇不有含内外，颠倒有法必有破。了无朝廷下命官，回头向内才是花。回头向内才是眼。哦，安尼赤脚步的意思就是讲，愈危险的所在，就是愈安全的所在。啊，那安尼夜馆内底上危险，也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奇怪，我明明就看伊为这边走过，奈无看人影。这是用2000年雪莲所炼制的金丹，只要复发，无论伤痕活动，真紧就会复原。太师对我这么关心，我担当袂起，这贵重药单。你哪会这么无路用？义父，请你恕罪。真顺情一定去互赤脚步放走去，若无我杀了一堆去，伊就无看人影。前面哪有可能？赤脚步用依法接木之术，替老夫引来真顺情。伊对老夫这么重心，哪有可能帮助真顺情？也毋过有一点我想拢无。我明明看到明珠甲赵公在咧讲话，是咧忽然间就变做稻草人。哈哈哈哈！这就是赤脚步依法接木的法术。你所看到的人，只是幻影而已。那咧明珠甲赵公，即摆人伫咧倒？当然是关伫咧茶房内面。启禀太师，我喺茶房的赵公甲金明珠两个人，唔知怎变成草人啊！惨啊！义父，咱去互赤脚步死人去。赤脚步，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！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谁？是我，请你放心肝，为我甘袂受奇怪，啊，拄则咱两个明明就关我茶房的，即摆赤脚步啊，是毋是救两个啊？这是我用依法接木之术，本来我是伫咧太师府伫内底做内用，啊，那这声免做啊啦。师傅，小弟弟，代志莫啦！哎呀，是啥物代志？你慢慢来讲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实在真稀奇。原来世间上都是虚情甲假意。助手既然是太师的助理，资格嘛藏咧伊身边。这种代志我早知影，
早知意料何必这着惊？我较烦恼是另一件，咱现在应当赶紧来上京。蔡阿婆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伊素秋是太师府派出来要摕猪肉说碗的人，也毋过有当时看伊对太师敢若真无服从哦。对啦，啊，太师无应该啊，伊就是用因老爸来甲伊威胁啊，所以这伊素秋吼，迄个猪肉哦，即摆已经叫剁掉啊呢，伊无摕出来哦，无甲太师讲。原来是安尼。赵大人，我以为若无毋对，太师一定是真急要伫迄个说碗。我是惊讲伫咧路上，伊若是对皇上不利，安尼要安怎就好咧？这件代志啊，确实使人担心。真顺情伊阁无伫我身躯边，而且梁小安的下落伊阁不明。赵大人，你较明珠保护皇上，我甲阮小叮当来去找真顺情甲梁小安。恰卡无，也毋过明珠，你出来江湖，敢是要找找太师恁老母的寿人？我甲伊素秋绝对毋是太师恁老母的人，但是伊素秋，我相信甲恁阿娘一定有关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赵大人，那呢咱就做伙行，因为我会保护你，甲皇上安全。好，事不宜迟，要无蔡阿婆，阮先离开。阿三啊，啊，咱即摆要倒啊？要倒，嘿，稍等。吼。嘿，啊，莫安尼规工啦，咱都哭哭算算甲呢，安尼算算嘛，爱知影讲安尼对倒一边较好势安尼。对南边直直去啦，对倒去？对南边去。嘿啦，啊，对南边去是到底是会去撞到这个真纯情，还去撞到小安呢？敢有啥物差别？当然嘛有差别，迄无共啊咯，若去撞到真纯情哦，迄就是恁的人，啊若撞到小安，迄在我，你咧做一做，哎呦，等我一个啦，嫂的，等一个啦。真正，去啊！哎呀，你让我惊死啊！真正，你来真拄好，咱赶紧来利用这机会来去救明珠。免，我甲你讲，那明珠甲做赵大人已经拢去互迄赤脚婆救出去啊！这哪有可能？什么咧无可能？我拄则吼，我有听太师因伫咧讲，讲话做明珠吼，甲赵大人拢去互救出来，而且吼，太师甲着一家人吼，拢总已经无伫这所在啊！你是讲太师因已经倒转行去？对，去互你摇着啊！太师现在已经保驾皇上入京城咯。皇上？对啊。这件代志早晚拢爱知，细汉时阵你着互人害，拢是太师真正不应该，皇宫的灾害才会一直来。你讲的事我无法通理解，为什么我的鼻音坦言有在内？世间上正是有主宰，我的父母被杀实在不应该。原因正是后宫的恩怨，害得太子的身份起大乱，皇后生囝变大犯，皇妃无赖一时要造反。你是讲皇妃伊？无毋对，当年的皇妃哦，伊就是咧食醋讲皇后生着太子，啊，而且惊讲伊的身份甲地位不保，所以伊挑工去诬告这个皇后，啊，甲皇上讲做皇后啊，伫咧暗餐内底，伊放毒伫咧酒菜内底，要害死到这个皇上，所以咧皇上才会大生气。但是咧，迄时阵伊要处斩这个皇后的时啊。皇后已经中毒身亡了，了后我毋知甲赵大人吼，安尼劳心苦战，将个太子甲救出来，交互梁家养饲。你是讲我是太子？对啦，会用讲起来是安尼啦，杨不都爱猪肉甲选碗这两项证件来证明，才会当证明讲你就是当今的太子殿下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你无相信嘛，袂用啦！我跟你讲，即摆上主要就是为着要证明讲你就是当今的太子殿下，你一定爱甲我来去皇上面头前对质，互伊看才会用的啦。我不爱，假使我若是太子，我嘛唔倒倒去将来。我一心一意想要替阮娘家报仇，然后我会归稳山林。啊！你搁去甲倒位归稳也无路用啦，太师一定会派伊的部下去甲你除掉啦。而且你也知影咧，当今的皇妃。就是太师的查某囝，即摆互因爸仔囝良陪为奸啊！伫咧谋反的时，去互太师登基做皇帝啊！
天下是毋是大乱啦？尤太师，我梁少安跟你势不两立。皇上，你一路辛苦了，前面有一个凉亭，请皇上暂时伫遮休困。等等的，咱再搁行路。嗯。别问，皇上一定真嘴巴，赶紧去下水了，皇上啉。是。太师，小航来个真改变。李素秋，你家己要知影本分。是。佩芬，你伫水内底藏什么物件？李素秋，你上个莫管杨阿叔，若无是对伊不利。想袂到你甲太师竟然要谋害皇上。杨飞，你敢唔惊讲我会替你灭口？你若敢破坏太师的计，我就罚你无命。我今仔日就是无阻止，我毋是讲阮甲你是送金天良，快点！素秋，你想要创什么事？太师，唔免搁讲，我将水摕去皇上啉了。是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啥？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受挫。皇上。这种茶是附近上界有名的三甘泉，清廉甘甜，升顶止渴，请皇上用。有这个，是你。要别会，我带你带我来。参见皇上。你是微臣赵光。赵公？时间紧急。请皇上随微臣来，我带你去找皇太子。你毋是要安怎会当相信你？皇上，微臣用性命保证。皇上，赶紧！公主，你听我解释，我。等下，今仔日我若无杀你，我誓不为你好。青阳珠，你敢来行刺皇上？阮老夫你是个选择，我替老夫除掉这情缘。如果你是假，就表示你无想要跟在老夫的身边。你将我害死啊！也若无，你的荣华富就安尼无去。也唔赶紧动手心。别慌，敢讲你要为着儿女私情，也放弃你千秋百业之。为什么你叫你做？我这世人开起，是啊，我错无错，竟然不信你！奇怪，皇上乃不见。根本皇上也自行回京，这无可能啊！是赵公，对，这名字原本是跟赵公做伙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到底是要带朕去倒位咧？
皇上，即摆政策对皇上之不利，所以微臣哦要找一个贴心的所在，让皇上休困，然后才保护皇上回宫啊。哼，你要叫停，安怎会当相信？你毋是讲你要带我去找一个失踪的皇太子，要即马人呢？拄则刺客来的时阵，明明是甲你斗阵来。你讲太师要对阵不利，我看敢毋是？真正你是对阵有企图。皇上，你冤枉我！什么叫做冤枉？20年前你抱走皇太子，现在又讲半路伫咧阻挡我，分明有企图的人就是你啊！王德，皇上，20年前宫中血案的主凶就是伊。杨太师，我安怎？就讲你这个叛徒，你竟然甲我倒转来自投罗网！你说清，将这个叛徒抓起来！皇上，请。唔免对，皇上，就讲伊是为知影太子的下落的人，万一将伊开死，到时阵咱要找太子，一点仔线索都无。皇上所讲虽然，但我就讲这个叛徒一日不渡车，将来必定是皇上你的新百来患。但是为了皇上你的安全起见，就讲一事也只好暂时按下。有劳神，我送皇上回京。若无分开，我不知我有车爱你，心像海水涌来涌去，想你无停止。慢慢也想会到，爱你这呢深，回头的路愈来愈远，爱将站伫倒位？天啊，梦天啊，何必这我欠你我做怎会行袂煞？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啥？啥人知影只有天啊？只是我。只是我该对倒位行，我的幸福将惨伫倒来。